癌症若是发生转移，就需要检体采样确定病症，为患者找出上适合治疗方式。但若是转移的部位无容易采检到，就是一件真麻烦的代志。吉米病院最近一项病例，一位57岁女性，先是罹患鳞癌，后来佫确诊肺癌，最后癌细胞佫转移到脑部。互医师怀疑是癌细胞对着药物产生抗药性，而且转移部位是伫咧脑部，病灶检体无容易取得。吉米病院最后决定使用核心实验室的液态切片进行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只需要1点仔血液，就会当得到523个微量肿瘤基因报告。过去癌症的检测大概都是以组织为基础哦，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切片检查，那个切片检查简体才能够用来做基因的检测。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癌友，因为在治疗的过程拉得越长，它的复发跟转移会在我们没有办法再次取得简体的地方。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会发生脑部的转移，或者说是多发性的转移，在我们不容易切片取得的地方。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上非常的困难说服癌友，为了做一个基因检测，就是开颅接受手术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利用他的体液，那可能是他的血液或者是脑脊液，来帮助这个癌友进行基因检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比较不侵入性，那癌友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除了会当找出癌症适合治疗方式，嘛会当为患者量身打造上适合营养补充的建议。新竹医学中心其实是希望做到一个全癌全人的照顾哦，那就是从癌友一开始在确诊之后，他会需要一系列的基因检测去确认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在那之后，我们还会希望这个癌友在治疗过程里面，如果因为治疗产生其他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微营养的检测，替癌友找到他最适合的营养补充的方案，降低他的副作用。那也可以让他在治疗过程里面的身体的状况是可以变得更好，那能够承受更高强度的治疗。那所以在我们这整合的服务里面呢，当然是透过这个癌症基因检测的咨询门诊，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一条龙服务的出口啊。那因为现在这个检测的方式其实很多，那不要说癌友，很多临床医师对于这个癌友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检测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癌症基因检测咨询门诊就是希望提供一个窗口，让癌友在罹癌的时候，那能够经由我们专业的咨询，知道他最适合基因检测的方式。吉米医学中心首席医疗副院长田宇峰嘛提出，个人化医疗除了基因检测以外，代谢体检测嘛是相当的重要，包含维生素、脂肪酸、微量元素等多项检测，完整评估营养状态，精准补充欠缺营养素，并避免过量补充造成副作用。另外，其他广泛性的检测项目，嘛会当为病人媒合更好的治疗机会，提悬医疗团队针对疾病诊断准确性，并制定完善的治疗方针。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